我的心来到圣殿，咱也真欢迎上年大学、大学，下这学生，有的可能要读博士啊，会当真欢喜看到恁来到圣殿。咱每一届主日礼拜以前，拢会来唱今仔日要唱的圣诗，咱就开始来唱今仔日2首的圣诗哦。头一首是221首，211首，求上帝发出你的光。咱请琴来弹一遍。咱做伙来唱，预备来。求上帝发出你的光，以及你的真实，来引带我走到圣道，通甲天父亲密。我真爱到上帝这段。我心就会欢喜，我要弹琴出声唱歌，上帝仁义。我心正思欢乐忧闷，你着望上帝，我也顾要主恩，因是我的天父。我心声事烦恼忧闷。咱来到圣殿的时，咱的心是喜乐还是忧闷呢？盼望咱是喜乐的心来到圣殿，因为来到圣殿的时，上帝会发出伊的光。甲伊的真实，伫咱的社会有真侪无真实的事，总是上帝，伊是光的源头，伊要引带咱来到圣殿，互咱会当伫遮看到真实。当上帝邀请咱来到圣殿的时，咱是毋是还阁犹原咧忧闷？还是咱会当真爱到上帝这段，会当用欢喜的心？来唱歌学了上帝，伊的仁义，安尼咱会当将咱的重担、咱的忧闷会当放落。咱过来唱一遍吼，预备，咱就直接来唱，预备来。求上帝发出你的光，以及你的真实。来引带我走到圣道，甲伊要亲密。我真爱到上帝这段，我心就会欢喜。我要弹琴出声唱歌，上帝仁义。我心声事欢乐忧闷，伊着望上帝，我也顾要学主恩，伊是我的天父。是安怎咱会当放落咱的忧闷？因为伊是咱的天父，咱会当有诚做伊囝儿的心来学乐伊，这就是咱会当放落咱的重担的上重要的根据吼。咱搁来唱第2首诗是587首，我毋知明日会怎样。伫唱这首诗以前，我想这首诗咱真熟，总是可能这首诗的作者
伊安怎写出这首诗，咱可能无了解，所以我今仔日真欢喜会当用这个时间来介绍写这首诗的这个作者。伊是一个活79岁，真长岁数的一个男生吼。但是伊伫一生的中间，会当甲分做3个阶段。头一个阶段就是伊出世到伊36岁这个阶段；第二个阶段就是37岁以后到伊79岁的阶段。这个第3个阶段就是伊伫1950年所发生的一个代志，成做伊2个阶段，对于真光明落到真黑暗，总是也阁会当来行光明，非常重要的一个事。就这个作者是叫做Ira Stanfield， 就是艾拉斯坦菲尔。他是在美国德州长大的一位很有名的音乐布道家。这音乐布道家呢，伊伫36岁以前、17岁以前，少年的时，伊就伫音乐的中间真有天分。伊会当无老师的指导下面，伊会当学着木琴、手风琴、竖笛、萨克斯风、钢琴。搁伫17岁时，伊开始来作词作曲。有这个天分，所以伫17岁，当伊高中的时就开始伫教会咧服侍。伫22岁的时，伊大学毕业就献身伫教会，正做要传福音的一个牧者。所以对22岁到36岁中间，伊伫美国的逐个所在，到甲伊的太太，伊伫25岁时，甲伊的太太结婚。2个拢是伫音乐真有造就的人，因用音乐福音来报道伫美国、甲世界40几国的所在。当伊36岁时，甲伊做伙伫音乐报道，真做伙伫上台唱歌学了上帝的太太，突然觉得他厌倦这样子的布道生活，所以因太太决定要去做一个歌星，所以因太太就去做一个歌星。因为安尼，所以因2个就分开。所以伊伫1950年当伊36岁时，非常的痛苦，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。想要这个代志会临到伊奉献伫教会、奉献伫做牧者的这个路程中间，而那时候教会真侪会友不了解他，所以渐渐无欢迎伊来教会牧会。伫迄个1年的中间，非常痛苦。有一天的早起，伊同款要去教会的时，伫个路中突然这首歌的 melody 伫伊的脑海内底开始出现。这个 melody 开始的 melody 是真低沉、真黑暗、真悲伤的心情。但是当伊一路咧行，一路咧将这个 melody 伫脑袋里面开始咧浮现的时，伊慢慢就把迄个音乐提高到真高昂、真有恶梦的迄个程度。所以这首诗就是伊伫迄个时阵，伫行路中间所出现的 melody 甲伊的歌词，伊就行到教会伫钢琴的头前，将这个 melody 甲个词甲写落来，成做这首咱真熟悉的福音诗歌。伫后来的40几年，伊阁转来到福音的报道，成做真有影响咱的人。伊一世人拢总创作600首的诗歌，所以是一个真，互咱会当来学习的长者吼。伊活到79岁，所以咱无论伫倒一个所在，什么款的年龄，咱拢会当来为上帝服侍。咱来唱一遍。
来，这位来。我不知你日会怎样，自传路我免担忧。我无求答日何日过，有时阵黑暗有灯，对将来我充满愿望。主保守得较稳当，我今日甲主当脚步，伊在我头前路途。咱较大声，最最数，明日为临到，最最数。我的明了，我现在主掌管每日，伊看我一路行头，每一步哪行哪个面，亲像黄金老腿。我人哪杯酒哪去，哪分彩灿烂光辉，伊所在自然光普照，无目屎。对美丽彩虹的尽头，情山岭甲天山连，这岁数明日为临到，这数我的明了，我现在主掌管每日，伊看我一路行头，我不知将来的日子是要我也是上帝，既然主有起交加，伊也会予我高扬。伫后边虽然有水花，受试炼也有苦过，只要有主引带我路走。无悔，甲我也讲，这数明日为临到，这数我的明了，我现在主掌管每日，伊看我一路行头，我凊在主掌管每日，伊看我一路行头。准备心做礼拜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是上年的主日哈，请大家为上年关心代祷甲奉献，奉献底下伫大家迄个椅仔的头前，哈，谢谢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，奏乐。
恁着阿罗上主，就是上帝的圣所阿罗伊，着伫伊关灵的宫窗阿罗伊。伊若有喘气的，拢着阿罗上主，恁着阿罗上主。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第211首，圣诗211首，请起立。这是用使徒圣经来做伙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来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来受苦，恁是个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病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神，相信我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妹，请坐。三角用启应文64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启应文64篇，伫圣诗后面1117页，1117页。好，64篇，我来替恁来用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毋通受欺骗。伊无改变，嘛无天体转倒会去引起的影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着知。生气，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，所以着消除一切懒散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。着实行道理。简单听道理，无去实行的人，家己详细看了后，一个仔离开。毋过有得详细看，查考的，互人得到自由，迄个完整的律法，阁有得坚守的人。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。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，
是咧欺骗家己，照顾苦难中孤儿寡妇，对爸上帝看起来。好，同心来祈祷，至关荣耀的天父上帝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万国万民传扬你的伟大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伫十字架顶的救赎，互阮的性命脱离咒诅，对黑暗中进入光明，甲神和好。即时，愿因为你的疼，奉你的名自入圣殿敬拜你。听下你的话语，诚做阮性命的美娘，也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恳求圣神临到，充满会中。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求你赦免人类的愚妄、悖逆、自私，无遵探你的旨意，无真心做好管家，治理全地，不断犯罪得罪你。直到阮着承受各种的灾害、饥荒、抗旱、大水、瘟疫、战争，侪人失去性命甲身心灵的平安，陷入惊吓不安。特别3年来的新冠疫情，互阮看见家己的卑微不足甲软弱。主啊，求你搁一摆赦免阮，听阮忧伤痛悔、切切恳求的声。也为着你家己荣耀的名，拯救阮脱离毒害的瘟疫，亲像早时你的百姓面对埃及杂的灾害时，得到上主施恩拯救，人甲精神拢得平安。感谢主有应允要救阮的性命免得死无，救阮的目睭免流目屎，救阮的骹免绊倒。互所有你的囝儿有缘有机会，当心为主的福音跑走，来完成你美好的旨意，就是上帝疼世人，毋爱有人沉沦，是爱人拢反悔得救。主啊，你是教会的头，也是愿意为羊群放杀性命的好牧者。求你伫教会逐项事工中做王掌权。互阮伫服侍中专心我靠主，毋是我靠家己的熬。伫一切所行的事，拢认你，你就指点你的路。兄弟中拄着患难的，求主扶持帮赞；病痛的，求主医治；失迷的，求主引带；伫顺境富足中的，求主驾驶算小稳定；欢喜真济送向软弱的人。今仔日是上年主日，教会中有侪年长的兄弟，感谢主的看顾。虽然阮的肉体甲心肠渐渐消磨，总是上帝是阮心肝的快乐，也是阮的基业，直到永远。阮相信你的主爱甲你平安的约，的确袂离开阮。我也耐心听候，独我靠你，就会得到新的快乐，亲像鹰鸟展翅飞悬，走也无影，行也无先。愿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，愿阮的敬拜得到你的接纳，祈祷得到你的应允，智慧下伫你的旨意。愿信心摆列以上的祈祷，愿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当写祈祷吟讲。
请做伙来用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22章23节到32节，后壁新约圣经第28页。迄有撒道该人，就是讲人无过活的，就问伊问讲：先生啊，摩西讲人死也无囝，伊的小弟就带伊做伊的某，生囝来煞接伊的兄担。阮中间有兄弟7人，大的带就死去，无囝，留伊的某，互小弟。第2个、第3个到第7个拢安尼，到尾迄个妇人人也死，安尼。伫过活的时，7人中妇人人要做一罪的某，因为拢有带伊。耶稣因为讲：恁错了，因为恁毋捌圣经。上帝的权能，因为过活的时无嫁无娶。是亲像天使伫天呢，轮到死人过活，减袂读着上帝甲恁讲的，讲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伊毋是死人的上帝，是活人的上帝。讲道，请牧师讲道，题目是逻辑甲信心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今仔日是咱常年的主日，所以咱中间嘛有常年大学几位的同学，嘛欢迎恁会当甲阮做伙来做礼拜。今仔日咱要做伙读的是马太福音22章的23节到32节。这段经文也有一点仔歹读，所以咱做伙谦卑来对上帝遮来领受。真侪人会感觉讲做牧师的一定是迄个上有信心、永远上有信心的迄位。但是实际上，敢是安尼咧？毋是安尼，因为牧师嘛是人，伫面对真侪还未看见的代志，阮也充满怀疑。因为伫理性上，阮拢知影上帝是权能，上帝无所不为。但是实际上，较因为知影太侪现实，也是会拄着上直接的问题，这定定嘛会陷入迄个困境、迄个矛盾的中间。伫祈祷呼求上帝了后，有时上帝静静无出声，有时上帝嘛伫想袂到的时间，互我明白伊的心意。伫顶礼拜有一个20几年前，我新学生实习的时代的一个青年来教会找我，伊已经伫迄个教会当执做执事。伊甲我讲，伊的教会的牧师上任第一项的事工是读圣经。我讲真好啊，兄弟姊妹拢需要读圣经，但是伊感觉非常的奇怪。伊甲我问讲：基督徒毋是本来就爱读圣经吗？为什么爱读圣经的活动，叫大家来读圣经呢？我想想嘛有道理呢。读圣经本来就是基督徒每一天咱爱做的，为什么需要一个活动呢？亲像咱嘛无需要食饭活动吧？因为你腹肚枵就自然会食，毋免甲你教，你就会晓食。但是我就用较现实的角度来甲伊分享讲，你毋通将所有基督徒拢想到遐尔完美，因为毋是所有基督徒拢照起工，每一工拢在读圣经。伊就甲我讲，伊对高中开始就每一工读圣经，我就哇来表示我对伊的敬佩。我就问伊讲。你高中的时开始读圣经，迄当时毋是拄啊好佚佗，拄啊咧拼功课的年岁吗？你哪会想着每一工要读圣经咧？伊甲我讲，你袂记了？20几年前，你请我甲另外一个高中生来食饭，你讲食即顿了后，恁就爱开始读圣经。所以迄时我就非常好奇，讲一本遐尔高的圣经，哪会读得完？然后我就开始试看卖，你佫叫阮对新约开始。一工读5章了后，就会当真正将规本圣经读完。所以读完一摆了后，我佫第2摆读，
竟然发现共一段的经文，伫无共款的时间，我有无共款的领受，所以了后，我就每一年将圣经来读一届。其实各位，我一定袂记得即件代志啊，已经伫20几年前，特别30年前安尼代志。但是即个青年巨细靡遗，伊甚至将倒一间餐厅伊拢讲出来，表示伊记忆真好吼，表示这有发生过。伫甲伊交谈了后，我内心真感谢上帝，差派伊来甲我有迄段的对话。因为这几年以来，我一直有一个疑问：上帝啊，敢阁有青年在读圣经咧？因为我发觉咱教会青年真少、真少、真少伫读圣经。将我即个疑问拢总来偷开，甚至我嘛有一点仔迄种会当了解以利亚先知的迄种心情。因为当以利亚先知的时代，迄当时的以色列非常的败坏，所以以利亚先知感觉讲，伊敢若伊一个人信上帝尔，伊感觉足孤单的，无人要插伊。伊认为讲伊无一个信仰的同伴，敢若剩伊会当了解上帝的事，敢若剩伊一人尔。但是上帝安怎回应伊？上帝甲伊讲：“你以利亚，你毋知呐？我留了7,000人，要袂用即个偶像巴力下拜的这7,000人。哦，上帝有留7,000人，毋捌用巴力咧下拜的。所以这稳重的7,000个人，是以利亚先知毋捌知影，伊毋捌想过，是上帝特别办的。兄弟姊妹，我想伫咱信仰的过程，嘛一定有侪摆安尼的经验。咱对上帝有真侪疑问，甚至是一个长时间的疑问。伫面对这个疑问，咱拢习惯按照咱过去，咱对咱家己生命的认捌，咱家己过去对即件代志理解的方式，也是咱的习惯来想、来讲、来处理。但是，若是拄着咱毋捌经验过，也是超越咱经验的，也是违反咱经验的，也是互咱感觉失去迄个安全感的代志的时，咱可能就哪有可能嗤之以鼻，甚至用刀闪的态度来离开。但是各位，敢是所有的代志拢会当刀闪咧？无可能。并且，即个刀闪毋若是你刀壁即个问题那尔，即个刀闪嘛是你伫刀闪上帝，因为这表示咱家己过头注重家己的感觉，咱过去的经验，咱较无想要去看见上帝要行迄个奇妙的代志。亲像以利亚先知的时代，迄稳重的7,000个人，若按照咱的目睭，按照咱的逻辑，敢想会通咧？亲像今仔日的经文就是一个真好的例。今仔日的经文出现一种咱无遐尔熟的人，叫做撒都该人。撒都该人因认为家己是撒都的后裔，这个撒都就是所罗门王时期任命的这个祭司。所以以色列人的祭司是老爸传互囝，囝传互孙，世袭制。所以因伫犹太人的社会中间是真悬的社会地位。但是到耶稣的时代，因的地位渐渐失落。所以为着要争迄个权，为着要生存，这个撒都该人甲罗马政权就保持真好的关系。嘛，因为这个甲政权有真好的关系，所以因就发财，因就政治上的权力。毋过，因的犹太同胞较非常看轻因，感觉因是走狗，所以互咱感觉足讽刺的吼，就是一群祭司的后裔、祭司的后代，因应该是上捌上帝，因是服侍上帝迄群人，但是较堕落到安尼一个地步。所以撒都该人就甲咱真捌、较熟的一群人是一个死对头，就是法利赛人。咱知影讲，法利赛人真注重迄个宗教的传统，因真有迄个民族的意识，所以因看这撒都该人是安怎走狗，
并且因为这撒都该人，因不但是亲近罗马政权，因嘛相信讲人无可能会搁活，因无相信有鬼，因无相信有天使，因敢若接受摩西五经，无要接受其他的先知册、其他的传统。所以法利赛人看因真正是非常的无顺眼。但是非常奇妙的是，平常正甲你死我活的双方，竟然伫耶稣即个人的议题顶面产生一个共识，就是因拢想要将耶稣除掉。所以伫遮嘛，互咱看见人咱的人性非常邪恶的一面。人竟然会为着家己的利益，无少违背家己的良心，去联合迄个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。所以咱看见因拢是两边，拢是连番上阵，想要来攻击耶稣。今仔日经文一开始是讲迄天迄日，就是要互咱知影讲，当这撒都该人来找问耶稣的进前，法利赛人早就来找耶稣麻烦啊。所以伫今仔日即章的一开始，是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讲：耶稣啊，阮敢会当纳税互罗马政府咧？因来找耶稣问即个问题，毋是真正想要知影即个答案哦。因问即个问题是要陷害耶稣。因耶稣若讲爱，咱爱纳税，哇，安尼耶稣就得罪伊的犹太同胞。但是耶稣若讲咱袂当纳税互罗马政府，安尼就违反罗马政府的法律。所以两方安怎回答拢毋是。但是耶稣用一个智慧的问题来问因，耶稣提一个纳税用的银角啊，若问伊讲，这顶面的像是啥物？是啥的像？这顶面是罗马皇帝的像。耶稣就讲，恁就将该撒的面纳互该撒，将上帝的面纳互上帝。所以这法利赛人找无芳，因只好离开。接续就换这撒都该人啊，因为这人无信人会搁活，因嘛为着要互复活搁活这件代志，看起来非常无合理，非常奇怪，因就设计一个陷阱。大先因搬出摩西的律法，讲摩西的律法有安尼规定哦，讲一个人若死，伊无囝，伊的小弟爱带伊的某生囝来接续伊的阿兄。就为着伊阿兄的即个家庭来留一个后裔，留一个后代。旧约时代犹太人因的确为着要保护寡妇，也是保证讲即个家族会当有后代，会当继续流传落去，因有设安尼一个制度。听讲伫台湾伫早时嘛有一个安尼的一个制度，就是帮阿兄的后代来留一个后代。伫遮个撒都该人，佮第二步因编一个故事，头拄书会甲咱读的迄个故事，就是一位妇女连续嫁7个丈夫，这7个丈夫拢是兄弟的安尼一个故事。为什么咱确定讲这是因编出来的？因为兄弟7个人，这非常的罕古。7这个数字伫犹太文化中间是表示完整的意思。所以，这个撒都该人想要表达真正意思是讲，这个妇女嫁祸连连，伊连续嫁7个拢总死，上帝哪会互即种人搁活咧？并且伊若搁活，伫迄种婚姻关系内面，伊到底袂算是倒一个人的太太咧？当伊搁活了后，若真正有搁活即件代志，伊要算倒一个人的太太咧？老实讲，即种问题真歹回答。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歹意的一个题目，就亲像真侪毋捌真理，佮对基督教信仰非常无好意的遐个人，无友善的遮个人，因会超过伊问你一寡问题，因毋是真正想要知影答案，因是要想要看你讲陷入两难，毋知要安怎回答的迄种窘境。亲像我细汉的时就会拄着一寡同学，因会故意考西我讲。啊！恁基督徒毋是拢讲疼心吗？为什么你的考卷无爱要互我抄咧？伫人还袂体会属灵的代志的进前，
因一定会用一寡真奇怪的问题来为难基督徒。但是咱敢需要甲因来争咧？无需要，因为双方是徛伫无共款的赞助。亲像伫即段经文，耶稣无甲遮的法利赛人祭司爷，无甲遮的撒都该人祭司爷，因为伫撒都该人因所承认的摩西五经内面，根本无提到国外即件代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会当转去看咱的旧约圣经，对创世纪、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伫遮无讲到国外的代志。并且这人因无承认其他的先知册，所以因根本就毋知影有国外即件代志，因就认为无国外即件代志，所以因对国外是完全无概念的。安尼的人是要安怎甲因争呢？就亲像你甲一只狗遐，你告诉一只蚂蚁说有3度空间哦，但是狗遐因永远无法度理解，为什么？因永远伫是伫爬在平面上2度空间的一种的生物。另外，因为撒都该人因有较悬的社会地位，所以面对迄个未来佫较新、较好的世界，对因来讲无需要啦。我嘛无你期待啦。我即个世间，我活伫即个时代，我活较好势，安尼就好啊。所以这非常的可惜，因为因无去接触，因无去认捌，就认为国外即件代志是绝对无存在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若读过圣经就知影。旧约内面，以赛亚先知、但以理，因拢有讲到国外即件代志。伫新约，耶稣互列撒罗国外，耶稣嘛预言家己的国外，所以毋是国外即件代志出问题，是拒绝有国外即个事实的人，因家己的内面出问题。因认为国外是无合理的，是我毋捌听过的，就用安尼来拒绝耶稣。这互咱一个提醒。就是当咱无法度去相信的时，是咱信的这个对象有问题，也是咱家己出问题咧。面对怀疑，咱敢谦卑去学习、去认捌、去理解咧，还是马上就按照咱过去的想法甲经验讲，无可能、无正确？这提醒值得咱来三思，因为国外咱看袂见。咱想无法度明白，信心嘛，毋是每一个人拢有共款的程度。但是你若毋愿意拍开你的心门，你若毋愿意去学习、去认捌，有可能你一世人用你一世人的时间坐伫遮，你的内心嘛无法度真正来相信耶稣的救恩，因为即个对天顶来道成肉体来到世间的救恩。是无法度用人的标准来标准化的。咱人若无谦卑，咱若无用一个超越理性的信心去敲吹，安尼哪有可能找会到咧？另外，你嘛想看觅，若一个宗教信仰，伊是会当互人来定义伊，讲即个合理，即个无合理。若一个宗教是会当用人的定义来定义的话，你感觉即个信仰敢值得咱来接受咧？亲像伫以前真时行迄个6合彩的时期，真侪人会将伊的神明断骹断手断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伊拜的神无互伊即个正确的号码，所以即个神会当断掉。一个会当互人定义的神，敢有值得咱投入咱的性命？敢有值得咱用一生的时间来跟地伊呢？无迄个价值。咱的信仰，毋是叫咱爱用一个眼镜，用一个会当咱来定义的态度来接受。虽然咱无法度测度，咱无法度看即个信仰，即个国外到底是甚物款一回事，但是耶稣用伊的一生。为咱受难，为咱定死，为咱国外，用安尼一个一生来指出一个永远的愿望，就是无论咱活着，也是咱伫困境的中间，也是咱死，耶稣拢无离开咱。伫罗马书8章，保罗有讲：
任何物件拢袂话假当咱伫上帝听，就是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有的听。伫遮甲咱讲，连死亡拢无法度假当耶稣对咱的听。但是耶稣知影咱的信心真细，知影咱真软弱，伊知影咱的目睭所看，伊知影即个世界，互咱逐种的价值观，拢会不断地消灭咱的信心。所以伊遮要袂认捌伊的人提出信心的邀请。你相信即个话吗？伊嘛对已经捌伊久久的基督徒提出邀请，提出挑战。你信即个话吗？所以伫约翰福音11章25节到26节有讲，搁活甲活命是在伫我，信我的人虽梦死，要搁要活，既然活来信我的人，永远袂死，永远袂死。你信即个吗？耶稣问你讲，你信即个吗？兄弟姊妹，你敢真正相信？即个真正相信，毋是讲咱聚会偌久，咱奉献有偌济，就会当决定咱是毋是有相信。即个相信是在伫咱的生活，敢有显出一个信心的行动？咱的思想行为，敢有报答主耶稣的恩情？伫世间，无人会当判断别人是毋是真正有相信，也是无相信。但是当主耶稣搁来迄日，当咱徛伫上帝审判大情的迄日，咱就会知影咱家己到底是信，也是根本无得信。但是我想，面对这撒都该人提出的这个问题，咱应该嘛真好奇。这个妇人人若是国外时，到底是算倒一个人的太太啊？亲像咱嘛定定问讲，这个天堂生做什么款？以后我去天堂是住豪宅，是住草寮仔厝咧？咱定定拢有咱拢毋茫讲，我会当有找到迄个答案。所以，若有人伊讲伊去过天堂，然后佫转来写迄种册，拢袂甲写叫。但是咱看即段经文，耶稣安怎回应撒都该人？耶稣甲因讲：恁错啦，因为恁毋捌圣经，甲上帝的关联。耶稣认为这个人的问题根本都毋是问题，根本不值得一答。所以耶稣无甲因辩论，耶稣是指出因的错误，就是恁对圣经的理解无够无牢啦，所以恁才会问安尼问题。因为恁对圣经的认捌无牢，连带影响的就是恁根本都毋知影上帝的关联是啥物。因为当人无咧读圣经，若干仔读即个摩西五经，也是亲像一寡基督徒干仔读新约圣经，咱就无法度理解讲对旧约到新约，对创造到耶稣的救恩，拢是上帝的关联。既然是上帝的关联，人看做无可能的，伫上帝完全无问题。耶稣佫讲，因为国外时无嫁无娶，是亲像天使伫天里。耶稣直接强调，信耶的所有人若国外，就会甲天使共款。既然是天使，就是属伫上帝，也属伫天顶。既然伫天顶，就袂当用世界地面的眼光、生活方式、价值观来看待。所以，袂有嫁出的问题。无其他的问题，嘛袂有豪宅甲厝寮厝的安尼分别。然后耶稣佫引用撒都该人所看的摩西五经内面的出埃及记3章6节讲：我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用这段话来甲因对话。这句话是上帝对摩西的自我介绍。但是咱知影，伫摩西的时代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早就已经过身。所以耶稣安尼毋是真强词夺理吗？用过身的人来讲即句话咧。但是耶稣接续佫讲，上帝毋是死人的上帝，上帝是活人的上帝。这是因为犹太人因相信亚伯拉罕甲其他的祖先，因为上帝甲因立约，所以伫某一种情形下面，因要一直活着。嘛因为安尼，咱知影伫犹太人因的宗教育内面。因拢是伫教育后一代，拢是用安尼一句话讲：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用安尼来教育因的后一代，表示讲上帝甲亚伯拉罕、甲以撒、甲雅各立约，所以上帝嘛甲咱立约。这列祖伫上帝遐
一直活地。所以今仔日咱看耶稣的对话，敢若是伫指出遮撒都该人因的错误，但是嘛讲出咱基督徒应该有的认捌。虽然咱知影真侪代志，咱对圣经有真侪了解，但是实际上咧，咱敢若知影一点点仔尔。这一点点仔嘛无法度互咱认捌上帝的全部。搁较免讲咱遐遐尼侪毋捌的代志，咱遐尼侪毋捌的代志，是比咱知影迄一点点仔搁较侪，搁较复杂。所以咱袂当互家己停留伫一个真无知的一个阶段，因为对信仰无知就会产生迷信。上帝毋是叫咱变做一种宗教狂热分子，上帝爱咱认捌伊，并且明白伊对咱的心意。所以读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亲像我拄仔一开始所讲的迄个青年，为什么伊袂去迷失伫即个世间的价值观内面？因为伊有上帝的话。伫即段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到17节，咱拢真实的话有讲：既然互上帝漠视的经，要利益伫教师、伫督职，互人归正，引带人学义理，互服侍上帝人练达，便便来行拢总的好事。当咱行伫即条无容易分辨、无好行的属灵的路的顶面的时，咱绝对无法度靠咱目睭所看的，因为咱的聪明、咱的目睭有限，咱也无可能靠咱的理性，因为咱的信心，因为这信心的代志是无法度用逻辑来定义的。唯一的方法是啥？就是互上帝的光来引带咱。所以，愿望咱所有的基督徒，拢会当实实在在用心来读上帝的话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透过这段耶稣甲撒都该人的对话，搁一摆来提醒阮。主啊，阮是毋是真正认捌你的话，也是阮读阮家己所要读、阮爱读的话那尔咧？主，恳求你帮助，互阮所有的兄弟姊妹认真、实在对你的话，对头到尾认真来学习。虽然真侪代志是阮无法度用理性来想会通的，阮无法度用阮的逻辑来想会通的。总是主恳求你享受阮信心的眼光，因为阮知对天顶来的代志，哪有可能用阮的目睭、用阮的理性来定义呢？主恳求你，互阮有谦卑的心，互阮会当降服伫你，爬你的脚步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献诗，请上联团契。
请掀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请做伙来读2遍。伊毋是死人的上帝，是活人的上帝。马太福音22章32节。伊毋是死人的上帝，是活人的上帝。马太福音22章32节。请撒甲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。圣诗587首，圣诗587首，请起立。
请廖国干执事甲吴慧芳执事来负责奉献。起立。消息报告，请看咱周报的后面第317页。今仔日为双年曙光纪念主日第一场礼拜，由双年团契参与甲服侍，多谢双年团契，请兄弟关心奉献。教会第6条，教会大厅新使者圣诞特刊每份60块，要订购的兄弟，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，登记到10月23日截止。教会大厅第7，教会大厅圣诞歌，除往年教会赠送的圣诞歌每份18块外，今年也增加。台湾教会公报社贩卖的圣诞歌1份25块，有盐雪甲绿豆2小袋。圣诞歌收入的1/10奉献予公山众福中心甲屏东众福中心，会奖选择要订购的兄弟，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，登记到11月13截止。囝仔学弟奖学金的受予资格者，请伫今仔日进前将学校成绩单影印本交予萨摩尼牧区的
王树伟长老以上，搁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今仔日真多谢上年团契的服侍甲献诗，咱拍鼓仔来甲因鼓励，甲说多谢。好，咱嘛多谢穆淑芝老师甲刘延丽老师吼，穆淑芝老师今仔日第一届来到咱教会，咱嘛请伊徛起来，咱拍鼓欢迎伊。好，多谢穆老师这一个月以来甲咱教导吼。好，咱即时咱嘛来关心咱的上年团契吼，因为咱就是伫疫情了后吼，真正有诶兄弟姊妹就较无要出门吼，所以这团契人数较少啊。但是因嘛是拢真爱伫遮做伙来聚会，所以咱嘛欢迎咱的教会吼，咱所有兄弟姊妹，你即个时间内当的吼，你拢会当来参与教会吼的服侍甲教会团契吼，亲像妇女团契。甲上年团契，互咱拢欢迎，并且上年大学，互咱即马是加入迄个台北市社会局的社区据点，所以你只要摕健保卡来吼，就会当来参加，就会当做伙中昼做伙食饭。吼，所以伫遮咱有真侪课程，咱拢会当来参考咱周报的上尾页，遐拢有咱的课程、咱的聚会的时间，甲咱的迄个聚会的内容，所以欢迎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加。吼，即是咱来祈祷。咱来为着世界、为着台湾、为着伫各地的宣教师来祈祷，为着地动受灾的地区，互咱即马拢感觉较有感吼。但是伫华人吼，伫我同学教会吼，也是非常的凄惨吼。因真正拢就是即马爱用真侪时间伫遐来修复吼，啊，迄教会拢佫足细间的吼，所以需要人需要钱吼，咱恳求主会当来怜悯看顾，嘛为着教会建堂的事工来祈祷。嘛为着怀孕的姊妹圣心甲慧芳，为着较近的兄弟姊妹，互咱这一两礼拜嘛有陆续有几个兄弟来确诊，伫厝诶来疗养，咱恳求主医治。嘛为着大院的庆福兄，庆福兄因为确诊了后吼，嘛拢还袂好，所以嘛有发烧甲咳嗽，所以伊的囡仔就安排伊住院伫遐来治疗，互咱恳求主会当来医治伊。也有美容者，嘛为着伫厝里疗养的民主者、阿叔者、阿卡者、赵雄兄、神欧技师、来福者、慧玲姐、俊行兄、秋菊姐、区玉者、应轩、钟贵兄、秀恩姐、志金姐、铁雄兄、张老师、米霞者、米兰者、邓妈妈、公基者、陈其雄长老、以礼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谢đình兄、明理者、谢平兄、局者、郭元兄、东龙兄、丽珍、佑庄兄、李雀老师，好，咱若感觉讲，咱身躯有较好吼，会当甲我讲吼，会当将这个名单会当摕落来吼。好，咱即时咱开喙为着这个事，咱开喙来祈祷。听从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今仔日互阮教会这个长辈伫教会有美好的服侍。因伫讲台顶面服侍，因嘛用练习一个月时间的献诗来献互你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遮长辈有健康的身躯，互因伫平常时的聚会嘛非常的活泼。恳求主你保守帮助遮长辈，互因的身躯健康，互因的灵命勇壮，会当成做教会其他遮后辈的帮助甲祝福。主，恳求你也使用因伫因的家庭，互因的家庭也得着祝福满满。阮也为着今仔日，阮所看见的遮个事，无论是阮看见即个世界发生的战争，也是真侪丧乡，也是真侪人伫孤单无助的内面，主，阮恳求你的医治甲看顾，帮助遮个人。虽然因的肉体有捆绑，但是主恳求你来，互因得到透放，嘛互因的心会当来勇壮有平安。主，恳求你，互因也是自由的。主，阮若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阮有真侪事工伫进行，阮有遮个年长甲囡仔的事工，拢不断伫进行。每一工、每一礼拜不断伫进行。恳求你也互阮兄弟姊妹会当关心遮个事，因为这毋若是某一寡同工伫做的事，这是上帝你的事。就恳求你祝福阮遮个同工，互因有勇壮的身躯，会当来服侍你，服侍遮社区的朋友。阮也要为着阮教会建堂事工来祈祷，主恳求你帮助，互阮愿意降服伫你的引带的下面，
帮助阮，虽然阮有无共款的意见，但是主帮助阮会当敲找对主来你的领导，你的引带。主帮助阮愿意放落家己，愿意看见你伫阮头前所设的这个目标。主，阮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圣心甲慧芳来祈祷，恳求你引带因，帮助因的家庭，互因做好备班，来迎接新的生命，也帮助遮个母亲，互因有健康的身躯，也为着确诊，也是住院，也是伫处理疗养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扶持遮兄弟姊妹，帮助因，互因肉体得到勇行医好，也互因的心灵会当伫上帝遐来得到平安。阮将阮的教会交伫上帝你的手里，恳求上帝你引带带领。互阮伫踏出即个教会了后，阮毋是就礼拜就煞，这是阮生命的开始。恳求你帮助，互阮伫阮逐人所住的所在，阮的工作、阮的家庭内面会当做好的见证。阮爱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来吟诗圣诗386首，386首。吟诗后，请陈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